13、14岁我就开始自己在种咖啡了，可能30多年了已经。我记事的时候，我们家就有咖啡，好像有一種情懷一樣嘛，對這個咖啡嘛，其實真的對它有點情感。雲南咖啡4大產區之一嘅寶山，呢一度嘅新寨村咖啡種植史已經有70多年。現在我們就有32個卡農呢，在這裡就業，他們的工資呢，平均都是4000多，在這裡上班呢，早晚呢還可以照顧父母、小孩。現在我賣的咖啡，我種了以後我自己加工，自己去銷售，現在收成也比較好，所以我們還是蠻喜歡的。我現在最少可能跟以前的那個價格翻了10倍。將咖啡種植同埋文旅產業結合發展，而家嘅新寨村已經成為中國咖啡第一村。